伟大的执行长黄玲芬来台湾第2天哦，行程是弯。今仔甲第7镇的董事长魏德嘉来见面，暗时回答买价。昨暗晡伊嘛去台中的逢甲夜市啊，因为人伤过济咯，落尾是取消行程。也毋过伊讲有机会会过去。这台北市松山区的美发沙龙店破例早就开门，所以回答执行长黄玲芬一身招牌配衫，真有精神，赶来甲头毛。摕出回答logo机器人甲剃头毛师傅真欢喜，斗阵翕相，看出心情是真好。宣访来第2天，回答执行长黄玲芬为迎接17暗时公司买价，透早就展开新的行程。The first meeting I have is with the women in technology at NVIDIA. We need to promote and support the women in technology because we want more women in technology. 日天科技努力黄玲芬以分享早期回答10个人当中这一个女性，即马已经进步到3个人当中都有1名女性工作人员。伊个透露，都伫今仔日计划甲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会面，再去参加伟创的年终派对，最后就是大家拢注目的回答家己的买价。暗过行程满，佮特立独行，无参加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。I'm going to be traveling, and so I've already had these trips lined up for a long time. 另外，伊也强调，因为 GPU 甲 AI 的发展真紧，新形态电脑爱成长甲真紧，所以包含台积电、富士康、伟创企甲广达等等，台湾有45间左右的优盘，无这优盘共同努力，一切无可能实现。暗过同时，伊也讲到，昨暗的放假假期真是有够惊人。都伫前一日，黄玲芬参加伫台中乌节食品科技的新厂开幕活动，原本透露暗时要去逢甲夜市啊，结果啥物拢无食到。真侪人先过节前，黄玲芬伫人群当中待45分钟，先翕相签名，啥物拢来。无奈真是人先过节，只好脱离。暗过黄玲芬佫透露，家己下一摆会过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